今日咧喺呢個31週嘅星期三啊，我哋繼續喺路加福音咧，今日開始咧講到耶穌好清晰咁話邊個做佢嘅門徒。如果想做佢嘅門徒，係必須咧將佢擺喺第一位，愛佢於一切之上，甚至自己嘅性命。究竟我哋點樣願意跟隨天主呢？係咪佢係最重要？同埋咧我都要跟隨佢咧，好似耶穌一樣，係必須咧承擔苦痛。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嘅十字架，我哋點能夠咧唔好逃避，能夠面對呢個生命，係同佢一齊咧去面對生命。我哋每一個人個別嘅生命。恭讀按聖路加所載耶穌基督嘅福音。那時候有許多群眾與耶穌同行，耶穌轉身向他們說：如果誰跟隨我，他應該愛我，勝過愛自己的父親、母親、妻子、兒女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否則就不能做我的門徒。不論誰，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，就不能做我的門徒。你們中間誰願意建造一座塔，而不先坐下籌算費用，是否有力完成呢？免得他奠基以後竟不能完工。所以看見的人都要譏笑他說：這個人開了工而不能完工。或者一個國王要去同別的國王交戰，但又不先坐下運籌一下，能否以10000人去抵抗對方的20000人呢？如果不能，就得趁那國王離得他尚遠的時候，派遣使節去談判和平的條款。同樣，你們中不論是誰，如果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，不能做我的門徒。基督嘅福音。今日呢個耶穌要啲跟隨佢嘅人呢，做一個抉擇。有一個好似旁觀者，定話要做一個佢嘅門徒，係唔同嘅。我哋可以去睇一啲嘢，但係我哋可以咧同嗰啲事係無關。耶穌要求嘅門徒唔係啊，如果你要跟我咧，你要將我擺喺一切之上。呢個係講緊咧，人如果選擇天主，要選擇呢個靈性咧，要放低一切物質所以係要勝過好似佢咁講父親、母親、妻子一切甚至自己嘅性命。耶穌咧要門徒你跟隨我，佢就係咁啦。佢為我哋咧寫喺十字架上面咧，佢捨棄自己嘅生命。點解咧？係為咗聽命，係為咗咧一切相信天父，同埋咧記得人嘅生命咧為咗更高嘅愛，係一個好大嘅奉獻。好多人嘅生活咧係獲取一啲嘢，唔係奉獻自己有嘅。所以耶穌話：如果你唔肯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你唔配做我嘅門徒。當時嘅十字架係一個完全侮辱嘅嘢嚟。羅馬人唔會用十字架釘死羅馬人，係用嚟釘死嗰啲外邦人。所以呢一份嘅謙遜，呢一份願意捨棄咧，交出自己。耶穌用個比喻話俾你聽：你坐低諗清楚先好啊！唔好口輕輕話跟我，你真係跟我咧要真係放得低。最後佢再講一次：你唔係我捨棄一切所有嘅，你唔能夠做我嘅門徒。所以我係想下咧，呢個好似好絕對要人捨棄。
其實就有人諗下，我係咪真係揾上高啲追求呢個永遠嘅咧咁？而保祿都再提佢哋要佢哋咧真係要努力跟隨佢，佢就係做天主要佢做嘅嘢。一個人如果能夠選擇跟從天主咧，我哋必定係一個無瑕嘅人，因為咧我哋活喺天主嘅呢一份愛裏頭。一個人真係揾到天主嘅愛，佢應該喜樂都值得我哋問下自己係咪喺天主之內有呢份喜樂，睇到一切都係光明，睇到咧永遠嘅希望。